你們要抬起頭來，永久的門戶，你們要被舉起，那榮耀的王就要進來，那榮耀的王就要進來。榮耀的王是誰呢？榮耀的王是誰呢？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華，在戰場上有能的耶和華。眾城門啊，你們要抬起頭來，永久的門戶，你們要把頭抬來，那榮耀的王就要進來，那榮耀的王就要進來。榮耀的王是誰呢？榮耀的王是誰呢？萬軍之耶和華，他是榮耀的王，萬軍之耶和華，他是榮耀的王。